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初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风台的消息。抗瑞风台才刚离开尔，今年第22号风台银星已经伫咧今仔日透早2点形成。估计拜3至拜5是上晚进咱台湾的时阵，不过这路线也阁有真大变数。抗瑞风台才拄走，这么有今年第22号风台运行。那后续的变数是，它在接近吕宋岛东北方海面的时候，这个高压势力有逐渐减退的情形。假如高压退的比较多，那这个台风它北上的机会，在琉球海面北上机会就比较高。气象署讲，已经伫11月侵袭台湾的风台，最近的一边是2020年的闪电风台，迄当阵发海陆风台警报。这么这粒风台影响也阁有变数，而且自8月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会变凉，而且有局部大雨。拜二东北季风更加强，拜3到拜4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温度会降到20度以下。这是今年6月中趁天气好，工作人员甲浮球再出海设置。这粒成功浮球小波浪站是气象署甲加拿大尾来监测当地海上会当记录硬悬甲海温。不过抗瑞风台过境迄天中昼，监测资料显示硬愈来愈悬，尾仔就无信号，原厂用定位测到已经派在海顶。那整个浮球，就是打回到了岸上。所以呢，我们这边来讲的话，会采购新的浮球去布放。不过由于你要去放浮球，需要那种海况比较好的时候啦。一般来讲的话，冬天的海况都比较差。浮球掉伫咧三线台海岸边，真侪民众看到了，感觉真亲像飞碟。因为原厂的技师会伫8月去检查，那这个若是外壳歹就当修理，若是内面歹去，可能就要买新的。记者综合报道。这届抗瑞风台造成台中梨山地区的灾情是真严重，公路局是透暝咧赶工课。特基到梨山这段今嘛总算是畅通啊。中环便道昨昏有恢复通车，到拜5进前，逐工会有5个时段会当通行。不过中环的东段、花莲的西部路小地区，因为车路断站，到达也亲像是孤岛。空勤总队已经有空投物资2抓。因那伫新竹的苏马库斯，因为天气歹，今仔日才有法度来空投物资。梨山的居民等足久的，总算等到啊！车一台一台通过管制站，代表梨山地区交通圆通。风台抗瑞冲击梨山地区造成灾情，台北线临37中环便道除了11.8公里路起冲海去，沿线也有真侪所在石头连落高木段挂工畅通。台北线61公里到81公里，特去到梨山路段中环便道也在车衫开放。早上经过现场试车确认安全状况无虞之后，于今天3日中午12点开始开放便道通行。各管各部段表示，目前梨山甲台中市道路拢已经拍通，设备进前中环便道逐工开放5帮处通行，希望居民赶紧恢复生活。另外，风台造成梨山地区电力损坏，台电警员也派人一直在抢修，一直甲车衫也有差不多7200外户咧等电来。主要为武林农场、福寿山区、华冈、翠峦等，重新将旧有设备移除，重新建杆。重新拉线及装置电力设备。在中环东段花莲西部绿潮地区，目前劣化道路登记，透过空中翕的相片，看到山边大量土石崩落来，造成路段严重损坏。目前当地50个居民受困，因为道路畅通难度悬，无法度确定期限。空勤在车衫出动2抓，对当地空投物资差不多720公斤。蔬菜是没有问题。那只是那个肉类的话，就可能就会比较缺乏。这新竹尖石的司马库斯因为对外交通也停起，有150人受困报道。目前因世界局部攻击拢未正做问题，车衫下晡空勤直升机也载物资想要空投，不过因为山区大雾，能见度无好，只好滑头。按算测试过来空投，希望尽量帮助灾民解决生活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为今仔日开始，天气会变较秋晴，北部甲东半部有的所在可能会落阵雨。咱做回来看分图。为今仔日开始，东北季风会变较强，各地低温是21度至23度，一直到拜4，低温会降到18度至21度，早暗会较凉冷。而且北部甲东半部水汽变较高，
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宜兰甲大台北山区，会是较湿湿、较凉冷的天气。因那中南部甲外岛是侪云到好天。拜五至礼拜，北部甲东半部雨会搁较粗，中南部嘛要注意，过昼可能会落阵雨。另外，今年第22号风台银星已经形成啊，估计拜三至拜五会上赶近咱台湾，而且有可能会一路向西边加对南海去。不过目前这路线还阁有真侪变数，敢袂扫入来咱台湾，要真歹讲。继续来看，风台过了后，有真侪所在车路要骨骨，而且路面要有真侪树蛙。咱道德山有一只货车看到头前的路扎起来，伊是赶紧打动啊。不过却是发生触链，险险啊，就造成车祸，加在是无人受伤。因那伫咧苗栗的三义有一只轿车赛车，雄雄失去控制，去弄到徛过了后，就随倒火。这个驾驶是赶紧跳车，加在人嘛平安。驾驶经过单实的路边，对向开来一只小货车，无想到煞雄雄失控。安尼状况，互驾驶惊一大条，加在无人员受伤。1号上午8点左右，南投第三有驾驶开车，为149线往汤头的方向来行驶，涂骹拢是风台吹落的小瓦机上冻骨。这只那些货车转弯了后，才发现有封路。失控转了180度，伊佫回到家己的车道上。汽车技师表示，露天开车更加应该提高警觉。路面的湿滑，或者是轮胎胎纹已经过前，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货车空车的时候没有载货，它比较容易后面产生打滑现象。另外，伫苗栗3义2号中昼左右，一个张姓女驾驶开车经过里溪潭川的时阵，雄雄失控弄到路边的铁皮厝，弄到力道真猛，引擎马上起火燃烧，张姓女子嘛紧的跳车逃生。车头燃烧，所幸车内一名女性驾驶先行逃离。所幸火势未蔓延，仅车损，无人受伤。驾驶经酒精检测未有饮酒情形。警方初步对着驾驶酒测值是0。刚才这件事故，嘛无波及到其他的人车，而确实意外原因，警方嘛将会后续调查厘清。记者苗栗南投综合报道。这届风台嘛造成桃园有车路破空，初日的时阵有一只轿车险险啊就落落去，目前已经把这个破空补起来啊。另外嘛有大楼的铁路一直落落来。警管处除了有求警戒线，提醒民众唔通挖紧，嘛要求7天内都要赶紧改善。道路当日时间屯空，这是桃园市桃园区春志路大兴西路口。风台大雨过了后，大路出现一个坑，拜六造成一台轿车倒边头前链陷入坑内底，将车调离了后，也先紧急灌浆来填补。星3礼拜日来做后手表展，点马家的铺设。就是左前轮陷下去嘛，然后右后轮翘起来，变跳狗链这样。初步的判定不是漏水造成的，那就可以立即灌填。因为怕的是漏水造成，要先处理漏水，就不能灌填嘛。赶快受风台大雨影响，狂雷风台过境期间，桃园一栋大楼也落起太鲁雨，经过民众拢感觉真惊吓，也有民众路影上传网络，引起讨论。警管处调查，这个社区已经封列管，也毋过社区无积极处理，除了有警戒线提醒民众毋通挖紧，也下通牒，要求7日来改善。我们已经以正式公文要求社区7日内进行修缮，逾期未修缮的话，将会采处建筑法6万到30万的罚款。警管处表示，当年拢会针对外壁的修缮进行补助，呼吁各公寓大楼重视问题。若拢无插，除了面对建筑法连续开发，泰路去讲到过路的人甲车，也会造成刑事民事的纠纷。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大家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头一间12寸精圆厂。按算后个月初举行完工的典礼，头一批新纳米精圆就要生产出来。这是台积电海外生产的头一批先进制程的精圆，无论是对美国半导体本地制造，或者是对台积电来讲，拢是真重要的落站碑。来看中国时报，台南地检署侦办供电弊案，
经代言绿能公司的董事长陈启玉无出席羁押庭，到达也是找无人。有人质疑讲这是咧放水，嘛有人质疑是安怎无对被告启动电子的监控。台南地检署昨晡表示，具体若是无结果，上近今仔日会对陈启玉发布通知。过来看自由时报，咱国陆军向美国买29套远途精准火力的打击系统海马斯，昨晡传出头一批10月底到台湾，而且交予陆军集军团58炮击部来做训练。针对这点，国防部昨晡是并无评论。来看咱台湾的军力，后备战力是国防真重要的一部分。不过，根据立法院的统计，到今年6月底，符合教调条件的民众，也有65%唔捌参加过教调。就有立委烦恼讲，后备军人可能会渐渐失去军事能力甲技术。上阵目标是弹射击，要加强教调员的实战化训练，强化后备战力。新制教调毋但是已经久长做14天，还阁纳入女性官兵志愿教调。不过，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报告指出，最近这几年后备军人实际教调的比例无达到标准。到今年的6月底，会当选来教调的人数内底，也是有65%前到搭毋捌受到教调。军事专长的技能恐惊会渐渐的消失。绝对会有影响吧。稍稍的这个民众的意愿不是那么高，以现有的国军的战备跟国军的这个士气来讲，没那么大的信心。最大的问题是人员不足，不是说来的人不够，是因为能够带他们的人不够，所以变成说他要相辅相成，你要必须等到能够带的人的人员是足够的，你的教招的量能才能往上提升。教调是依次后备战力真重要的部分，不过现在传出有人收到教调令，煞无缘无故无去报道，真正都有同行民众因为安尼，防以妨害并要治罪条例，判关60天。专家分析，虽然来参加教调操作新型的装备几率是真低，不过参与教调会当学习个人战机的专长，嘛建议国军会当以战略的需求，和教调员转训或者是接受新的训练。教招员专长的看是不是要转训哦，哪一些专长适合转训到哪一个装备哦，或者是他必须要做新的训练。立委黄仁建议讲，要改善无特别原因不爱参加教调的问题，要为强化宣导来做，互民众理解参加教调的义务，增加认同感，才会当互民众更加重视教调的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正开战较大已经要3年啊。咱台湾嘛有志愿兵去加入乌克兰的军队，不过即马所传出有第2位台湾人伫战争当中牺牲，是一个44岁对咱陆军特战队退伍的台湾人，叫做阿达。这是伊第2届去乌克兰斗小战，不过即届无法度平安回来。甲军中同事坐伫装甲运兵车翕相，去陆乌战场前线的画面，伊是家己乌克兰正规军的台湾志愿兵阿达。44岁，咱国陆军特战部队退伍，已经是第2摆去乌克兰。不过11月初1，传出伊伫战场互手榴弹炸死，叫做25岁青年詹宪功了后，第2位因为陆乌战事阵亡的台湾人。外交部已与该名国人家属联系并致哀，并将视家属需要提供必要协助。你家人会不会担心？也是支持不能吧。今年7月初为桃园机场出海时，阿达捌接受访问表示，头一摆去乌克兰大体轰炸伤，回来休养康复了后，决定重回战场。这摆煞是伫他乡，根据了解，目前医院有至少5名台籍志愿兵伫乌克兰。甲因有联系的牧师黄春生普文表示，阿达骨体医院伫战场已经透过无登记确定位置，但战火转好了后，佫由乌军撤离。也透露阿达有3名未成年子女，住伫高雄市三明区，分别由伊的爸母照顾，会佫看家属意愿安排期间陪同到乌克兰领回遗体。黄春生也提出甲阿达在新进前的对话，讲伊挂念当地的老人囡仔跟鸟，佫讲看到军队咧乌防空河，反而前方收袂掉。一个台湾伙伴讲，在他面前被炸死了，我也劝过他不要去，他们就坚持要去，他们不是去为了赚钱，就是真的想帮助那边人。他每次传受伤的照片给我，我都只有一句话：平安胜利，回归。同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军人，我深深以他为荣。熟悉的朋友对阿达不幸阵亡的消息，拢真歹相信，表达不甘。乌克兰互战死的外籍佣兵的抚恤金大约是代表924万，也不过前提是家属爱亲自去办理。相关事宜由外交部协调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拜二，美国就要举行总统大选啊，候选人是拢把握上尾休困日伫咧邮票。初三，川普甲何锦丽拢去关键州北卡罗来纳州。川普是继续摕对伊较有利的经济议题出来讲，话讲会救美国的经济。因那何锦丽这边是由摇滚乐团主唱邦乔维甲影星哈里逊福特甲伊斗相挺。这徛起的舞台现场就响起欢呼声，摇滚乐团歌手邦乔维伫美国当地初日到北卡罗来纳州上大城市夏洛特的选举造势活动，相挺美国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And I am very proud to be here today in support of Kamala Harris and Tim Walz to be the very next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个周末，共和党甲民主党的双方顶赢，拢去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做最后的努力。贺锦丽顶赢，除了邦乔维，还有好莱坞影星哈里逊福特录影片表态支持。I'm Harrison Ford. I've got one vote, same as anyone else, and I'm going to use it to move forward. I'm going to vote for Kamala Harris. 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过去最后几天行程内底，唯一唔是摇摆州的维吉尼亚州造势，佢一摆捧经济牛肉，强调会挽救美国经济。I stand before you today as the only candidate who can rescue our economy, and I mean from obliteration, and restore it to strength, prosperity, and greatness again. 综合民调显示，两党的候选人伫全国甲摇摆州的支持比例差不多1%。如果当地初三，贺锦丽会去密西根州，川普是去宾州、北卡罗来纳州甲乔治亚州，而且伫初四，双方各一摆组织伫宾州做最后集会，要拼进入白宫。伫在场大选时间，剩无到48点钟，为了避免2021年国会暴动事件各一摆发生，真侪州困的国民兵进入太平状态。根据美国媒体 CNN 报道，伫开票进前，暂时伫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已经发生至少3个投票箱啊，互人放火，如果会有数百张的选票毁损。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继续来关心，目前西班牙是当咧做大水，而且情形是真热烈。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17个人死亡。在面对当局灾害预警甲救援拢做了真歹，是非常的不满。当因的国王甲总理去重灾区瓦伦西亚自治区勘灾的时阵，却是去互民众落瓜梅恶咧，都全咧甲击落，因是国家几分数。即马因的国家气象局对瓦伦西亚南部是各一届发出上界严重红色的警示，而且这救灾行动可能嘛会哪困难。国王菲利佩6世来到瓦伦西亚自治区帕尔塔镇，对于这个大水重灾区的民众拍声扫牌骂，并且摕6个梅等国王甲王后。A insultarlo y a todo, porque los políticos no han actuado frente al cambio climático y ahora estamos pagando las consecuencias. Creo que los medios van creciendo y la eficacia también va creciendo. Hay que entender el enfado y la frustración de muchas personas por lo mal que lo han pasado. 菲利佩6世面具过着土，伊甲王后雷蒂4个衫也拢垃圾去，两人徛伫咧6个门内边，甲几多位受灾户面对面谈话，想要安抚民众的情绪。总理桑杰士甲华伦西亚自治区的主席马松为国王视惨，不过民众是愈来愈生气，因为唯一的考虑，因就先离开。国王离开了后，现场的民众就大声喊讲，桑杰士人走倒去，因主要是去桑杰士甲马松。认为政府对这类重大天然灾害有警无靠，救援工作也做了无好。媒体报道有人摕物件等桑杰士，伊的车要走时阵，一个石头撞到。Los cadáveres de las personas que hayan podido fallecer como consecuencia de esta tragedia natural y finalmente empeñarnos en la tarea de reconstruir. 桑杰士伫催里下令部署1万位士兵进驻灾区，伊承认应对这种灾情确实做了无够。这场大水是自2009开始，迄当阵的强降雨引发土石流，甲桥冲甲断去，搁冲入去市区的路的6个玫瑰拢冲入去民众的厝内，真侪社区变作孤岛，无水、无电、无网络。不过伫咧进行救援行动时阵，国家气象局如果对瓦伦西亚南部部分地区发出相关等级的红色警戒，不过有笑这边强烈的暴风雨未亲像顶边遐尼严重，降雨量应该是90毫米。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英国政治的消息，咱要来看英国保守党大选，即届是输甲黑的黑。党主席苏纳克是请辞负责，那新的党主席嘛已经选出来啊，是44岁前商业贸易大臣巴丁洛克来当选，伊嘛是英国大政党头一个非裔女性党主席。
Anyway, the result was Kemi Badenoch, 53,806 votes. 在委员会宣布之下，英国保守党的新党魁正式选出来了。由44岁前商业及贸易大臣的女性候选人巴登诺克，拍败42岁前大房移民事务大臣的詹妮克当选党魁，伊嘛是英国主要政党的头一名非裔女性党魁。And isn't it great that we're the first great party, the first party to have a black leader of the party? It is the most enormous honour to be elected to this role, to lead the party that I love, the party that has given me so much. I hope that I will be able to repay that debt. 英国保守党因为伫7月大选输予工党，原本党魁苏纳克请辞负责，了后保守党就展开新党魁选战。巴登诺克伫几个月激战之下，伫初二最后一届投票，摕到57%的党员选票，这做过去8年半以来第6个上台的保守党领袖。伫非洲奈及利亚出世大汉的伊，早年是伫资讯业界工作，而且伫工作的时阵进入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读法律。2017年，伊进入政治界，叫做英国下议院的议员。过去主张支持英国脱离欧盟，而且前后伫特拉斯苏纳克做首相的期间入国。伊当选保守党党魁了后表示，保守党一度为左翼立场执政为中间派挖起，所以必须要回去到党内传统理念，而且承诺会带领保守党革新。如果巴登诺克会支持索小政府，而且领导保守党偏向右翼的路线。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若要去韩国佚佗的人，都要注意哦。首年的韩屋村因为游客伤过多，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所以，即马政府宣布宵禁，要对暗时5点开始，到过灯工早起10点。这段期间是禁止游客出入。原来，这个新制会为明年3月正式实施。浦西的青霞房一间分布伫弯弯翘翘的坡道，有600年历史的首尔北村韩屋村，保留朝鲜时代贵族君主地形。伫韩国连续剧一直放送之下，成对全球各地来的人来遮观光。去年估计有600万人来，但是因为伤侪人来制造噪音，还有环境变垃圾，嘛有居民还讲因的温室受到侵害。 많은 사람들이 와서 그 앞에 뭐 문고리를 잡고 뭐 대문을 밀고 들어오려고 한다거나 뭐 창 아래에서 막 이렇게 여러 가지 소음을 일으키면서 뭐 사진을 찍거나 여러 가지 일을 하거나 이제 이런 거를 겪게 되니까 이제 그게 좀 힘든 거죠. 그리고 这种现象，伫愈来愈侪传统韩国厝整修改装作民宿了后，愈来愈严重，嘛，互国住伫遮6층의居民是有够困扰。 새벽에도 캐리어를 끌고 왔다 갔다 해서 밤을 자다가 깰 때도 굉장히 많고요. 일반적으로 통상적인 일상생활을 영위하기가 여러모로 힘듭니다. 为着避免过度观光去扰乱民众的生活，有关当局决定讲，对后个月开始试行宵禁，规定游客对下晡5点到过灯工早起10点之间禁止进入北村的特定区域。就是讲，游客敢若会当伫早起10点到下晡5点之间到访，违反规定的上悬会当罚到10万的韩国钱，大约是台票2500。明年3月正式实施，但这个规定嘛，互店家是真不满。 누가 한국에 오고 싶겠어요? 또 한국에 대한 감정이 나쁘면 한국 물품도 안 좋아하거든요. 游客这边的反应嘛是完全无共，有人欢喜接受，但是嘛有人认为讲家己路里嘛的方法实在是伤寒。那敢若首尔面对过度发展观光的问题，威尼斯和巴塞罗那这城市早都有这种困扰。专家建议讲，除了用宵禁来提醒游客注意家己的言行，嘛应该想办法防止北村过度商业化，这当减轻当地居民的不方便，和韩屋村的观光会当延续发展。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那讲到日本的富士山。 一般来讲，当年的10月份，山顶就会当看到白色的雪。不过现此时已经11月啊，富士山的山顶也无看雪，而且已经拍破130年来纪录。不过看热带地区的夏威夷，因海拔上悬的摩纳基火山，现此时煞是咧落雪。 真侪游客伫咧遮远远看日本的富士山，不过安怎看就是无粗管雪，也就是山顶予雪砍掉的情形。游客会遮尔期待，是因为富士山的粗管雪平均拢是伫咧10月初2左右，不过即马拢已经11月啊，山顶也是光影影，最近创130年来上坏的粗管雪纪录。 因为自1894年开始，日本就记录粗管雪时间，上早是2008年8月初9，上晚是1955年甲2016年的10月26。日本气象有部员讲，这可能甲气候变迁有关系。伫
日本今年热天除了是有史以来上热，高温也阁一直冻到9月，所以甲冷空气冻掉的无法度挖过来落雪。即马11月初富士山附近的温度预报差不多是12到19度左右。It was obviously like such an amazing experience, given like the weather and just like the overall vibe of it. But now it's like, I mean, I'm rocking up in t-shirt and shorts. Yeah. It kind of doesn't feel the same, so I'm kind of regretting wearing long pants. Yeah. 美国夏威夷上关的山毛纳智慧山，雪已经连续落2天啊，已经有5公分深，或者看起来敢若仙境同款。虽然夏威夷是纬度较低的热带都市，算是富极地气候，不过毛纳智慧山海拔4207公尺，那水气把温度低就会落雪。We are still just at the beginning of our winter season, so certainly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there is absolutely the chance for snow to fall on Mauna Kea. 气象学家讲，夏威夷的山北有逐个月拢落雪记录，就算伫6月热天，也可能因为一场大雷光雨和温度降低，山顶逐渐落雪。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夏威夷历史上上低的温度是1979年5月17日，伫毛纳智山顶所测到的摄氏零下11度。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查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以及要寄访奥斯卡，10月20日时阵侵袭古巴，地处上东边的关达那摩省有超过12000间厝，车路也阁有8-2万公顷的农作物，因为这场风暴受损长。即阵当地可能阁会落大雨、做大水，目前已经增加超过66000人所开。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今仔日拜访黎巴嫩边境的期间，讲要坚定来回应真主党的攻击。而且会避免让真主党有机会中正。来看东欧的国家摩尔多瓦，今仔日举行总统大选第2轮的投票。在85%选票完成计票了后，瓦罗西亚的社会主义党支持的斯托亚诺格洛小可领先现任的总统桑杜。桑杜在头1轮的投票了后，警告因的百姓，有人想要用贿选的方式把因的国家买起来，所以呼吁民众都要依护家己国家的独立。镜头转来咱国内，伫高雄有餐厅，那亲像是出现食安的记录。有民众发现讲，伊买的笋干有看到蓝色的灯点，看到那亲像是生菇。不过店头是不会讲这是叶绿素加铁离子结合造成的。因若伫台南是有民众伊甲羊肉炉店订冷冻包，其中有一包伫咧煮的时阵，却发现内底竟然有黑仔糖。目前这2件拢是已经有卫生局已经有去现场采样，嘛介入调查。多买笋干有奇怪斑点，高雄一个民众找到凤山南华路一间餐厅买鸡肉饭甲笋干，等于却发现笋干顶端有蓝绿色的斑点，怀疑是不是生菇。笋的结束有没有？它是就会有一点蓝绿点的状态，可是它那个是天然的叶绿素跟铁离子它的结合时候沉淀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可以安心使用的。餐厅车衫正常营业业者解说变成不是生菇，不过有卖大回店头表示没看过笋干变色。那个是没有削干净的，按说变色是没有看到。高市卫生局初二到餐厅检查，除了笋干采检送检，也阁发现食品无伫地顶真侪缺失，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无改善会依照是按法处罚。阁请制作厂商所合的卫生局查验，那高雄台南窑餐厅出现食安的争议。2天尔，那摕上来，咱嘛随顶起来啊。肉顶悬有真侪糖，互人食袂落。有网友初二发文表示，甲台南就选米其林的羊肉炉名店卖10几份羊肉炉冷冻包，结果其中一包有糖，怀疑是放真久才摕出来卖。餐厅车衫出面发冤枉。冷却了后，阮就汤加肉，淋要人，淋要一包啊，真空结束。派员前往稽查。那后续查核如果没有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将责令业者限期改正。业者展示冷冻设备强调包装过程无问题，怀疑消费者可能是保存无好，或者是买不是因的商品。台南卫生局表示，已经派人去检查，若查出违规事项，会依法要求业者改善。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昨天暗时8点35分的时阵，有一台载加温液态上锁的车，伫新德县新丰休息站，煞是双向导火。
因为烦恼车顶的上锁会起互火烧了更较猛，甚至是发生爆炸。新德县消防队是出动15台拍火车，还有1台消防机器人来斗拍火。这个导火是载上锁的车，消防人员是唔敢大意，为了考虑安全，由消防机器人近距离来转水拍火。那另外一边是用炮塔来下水，火势差不多1点钟了后就拍花。加在迄当阵附近的车无济，无影响到其他的车，嘛无人受伤。那这台车是安怎会导火？续来会继续来调查。家己铺子有一间卵鸡场，通报 H5N1 禽流感的疫情，这嘛是今年秋天头一件主动通报的案例。这个鸡场58000只卵鸡是拢已经灭掉啊！这秋冬是禽流感较会畏团的时期，防检署提醒业者防疫都要做好。工作人员无用扑杀鸡仔，嘉义县朴子市有一个卵鸡场，主动通报鸡仔出现异常死亡，经过检验，确定是感染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也是今年秋天第一件主动通报的禽流感案例。家畜疾病防治所赶紧扑杀5.8万只的卵鸡，消费12万粒鸡卵，佮督导业者完成清洁佮消毒作业。日本跟韩国最近都有发生禽流感，候鸟再往南的话，可能就会传播到台湾来。前场呢，做好一个很好的一个防疫措施，不然的话，这些候鸟可能就是把这些病毒呢就会带进来。因为秋冬是禽流感的高峰期，防检署特别呼吁业者要落实禽场生物安全工作，也强调国内每天大约有3000万只的卵鸡生卵，这摆扑杀5.8万只，对鸡卵产量影响无大。也不过台北市农商公会宣布，初四开始，鸡卵大白鸡每台斤为34起到36块，产地鸡初七也跌得起，主要原因是风台造成禽场受损，加天气冷带动卖气。台湾那个云林那边养鸡户啊，都有一点损失啊，菜价又贵，比较冷啊，但比较好卖啊。这个禽流感的话，就影响到产蛋啊，很可怕啊。加上这摆调整，卵鸡连2礼拜起价，传出卵鸡场有禽流感案例，林天来烦恼。那感染扩大可能会冲击鸡卵的产量，造成卵鸡波动起价。也不过目前也要继续观察市场的情况。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在台北市的和平新生天桥，这座天桥已经有42年的历史啊，甚至有的歌手甲电影拢会来这拍片。在10月底的时阵，台北市公告11月初4要把这座天桥拆掉。这个消息一出来，是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甚至在网络顶有上千人联署抗议。目前蒋万安是回应讲，会持续沟通甲说明，也若新工处嘛有挂保证，11月初4暂时袂拆。会搁开会来讨论。这座天桥是甲团5月天拍音乐录影带的所在，还有包括歌手杨乃文、李宗盛，甚至是李安导演嘛捌来遮拍片。这座伫大安森林公园边仔的和平新生天桥，已经有42年的历史啊。不过因为已经达到使用的年限，台北市府新工处顶一日公告，11月初4会开始拆。不过在地居民看法是真无同款，还是要留比较好，因为这边学校来这边公园的人很多啊。走平面的时候，其实那个描述的太短了。我觉得应该要拆，因为是有关市容的问题。那个视线会挡住，因为那个柱子实在太粗了。之前发生过好多次的意外，所以现在上面走的人几乎很少了，一天我相信不会超过50个。有民众认为讲天桥的使用率真低，而且造成路口视线的死角，应该拆除。因若反对的意见是讲，这座天桥有城市的基地，嘛是交通安全的保护线。一个民团发起卖拆桥网络的联署，目前已经收集差不多1100份的联署书，而且伫初2的白昼之夜的活动，也白夜甲市长蒋万安抗议。40年使用年限只是说必须使用的年限而已，并不是说必须拆除的年限。而且台北市有非常多的天桥是透过修缮跟维护，它的使用年份甚至是大于40年。他们这边其实有做过封桥的实验，但结果就是一团混乱，就是所有人都发现说，自从天桥封起来之后，不论是对于车子还是人来说，你都没办法在交通上能够顺利而且安全的抵达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台北市从2019年开始，以人本交通为考虑，116座天桥，41座已经拆掉，还有剩20座等要拆。另外有55座功能性的天桥会保留使用。针对民众提出卖拆的诉求，
就马安讲会持续甲地方沟通，回正意见，而且加强说明。新港处答应讲，11月初4袂拆，敢若会先搭围篱啊，暂停民众使用。上紧拜二开会了后，会阁对外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捌去过台北捷运的观众朋友，就会发现讲，大家若爬起哩电楼梯的时阵，拢会惯势徛伫咧正手边。即马为着安全，台北捷运公司开始宣导电楼梯的两边拢会当徛。不过去到现场观察，就会发现真侪民众要是惯势拢徛伫咧正边。所以台北捷运公司按算伫咧尖峰的时段，也阁有较大站的所在，加强漂时甲放送，希望互民众会当惯势两边拢会当徛。你好，两边都可以站哦。台北捷运中校复兴站北南月台通向文湖线月台电扶梯边啊，除了挂电扶梯两边拢用徛的标语，保全也会阁提醒，按过大部分人也是主动徛正边。左边对，然后可是他们就要求就借过嘛，那就可能这样让来让去的就不方便。在右边吧，因为已经习惯了。发者强调，宣导电扶梯两边拢用徛是为兼顾电扶梯安全甲秩序，尤其伫人真侪大巨段球赛、跨年活动现场等大型活动时分，下指派专人加班加强提醒旅客疏解人潮。以台北大巨蛋的球赛散场的疏运为例，我们在电扶梯旁边宣导旅客两侧站立，而现场的民众也按照人员的引导，秩序十分良好。在日本的台湾布洛克分享伫东京北海道，旅客常常主动徛伫地铁电扶梯道边，不过站务人员无特别宣导要徛到一边，不过会注意旅客安全。他如果觉得你危险的话，会来跟你讲一下说，你这边这样怎么样危险，可是他不会特意叫你一定要站左或站右。日本媒体 NHK 报道，电扶梯事故当中，真侪案例是因为伫顶悬咧行或者是走，所以部分公共场所已经开始宣导，唔通伫主动电扶梯行。台北捷运表示，宣布限制旅客爱徛到一边，或者是是毋是用行，不过继续宣导，然后安徛何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球暖化除了造成环境的危机，台北医学大学上新的研究发现讲，有新的人伫咧第三应期，踮伫咧温度愈悬的所在，便若加悬1度，早产的风险就会增加6%。不过，嘛有医师讲，这个报告显示温度甲早产有关联，不过并不是因果的关系，这也阁需要更较侪研究甲观察。全球暖化造成极端的高温，即嘛影响的毋若是环境，也有可能包括有新的人甲巴肚内的囡仔。台北医学大学公卫学院以院长陈怡华带领的研究团队，整理11年来大台北地区的研究资料，甲气象署温度观测的数据。发现有新人伫第三应期，若踮的所在温度愈悬，每增加1度，早产的风险就会增加6%。而且以热人的时期是上介明显的。如果是夏天出生的话，那么它的2、3孕期就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它的高温也是一样会增加就是低出生体重跟早产的风险。冬天出生的妈妈就刚好相反。研究报告嘛指出，除了胎儿早产的风险增加，出世的体重嘛会减6.53公克。台湾城市医学会干事何信仪在发表报告了后，甲几个妇产科的医师共同讨论这个议题，认为温度甲早产有关联，不过并不是因果的关系，这也阁需要更较侪研究甲观察。我不能够说因为气温上升造成妈妈的早产这句话，我只能说气温的上升的时候，我们同时观察到妈妈可能会早产，可能有各种的原因，因为她不舒服，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暖化的状态，环境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大家的身体健康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的情况下，是会有可能造成妈妈的早产的。何信仪伫临床的观察发现讲，最近这10年来，较晚结婚甲早产的比例拢愈来愈悬，也有天气甲环境造成有心人情绪嘛受到影响等等。有真侪因素拢有可能会造成早产，建议有新的妇人人，除了穿护袖，嘛要注意温度的变化，维持好的心情，尽量接触大自然，拢有正向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送头，咱要来看台南南厂武英殿，昨昏举行送王船的仪式是顺利圆满结束。庙方人28年才有鼓励办王游大典，这船顶除了有8000份民众传的奖品以外，庙方嘛有传成百种的汉药材放伫船顶，希望透过小王船去拉山，甲新冠疫情送互走，互地方会当消灾免难。
家顶新桥顶头闹彩彩，坐坐信徒来求王船求平安。大家要同齐甲拖起渔光岛唐正兴送王纪石，在南武英殿让28档举办王球大典。经过了解，本正12档一科，煞因为整合问题才无办。这回庙方传召鼓励，若有坐高背景来斗老家，那特别邀请西港庆南宫来互相交流。庆南宫剩3档一科，吼，迄都熟练，注意的来甲我问啊，我甲提供足侪意见，吼，包括讲。咱做王府啊，做鸡门，搁做王船家，非常的成功，来到咱的渔光岛，这岛可能有也是咱渔光岛最后一只的王船。咱伫风台过后，就来随马上风雨拢停啦，这真正是咱千岁啊，真正显赫的所在。王船到位了后，庙方人员无因甲受金添载品甲款好势，就尾则搁甲船尾徛起嚟。较特别的是，王船普遍拢用纸糊，庙方讲这代是用象牙布的签都一定的，参数声来比寸数较大。另外，这几档定有传染病，庙方伫王船顶的13层内，嘛特别放正8种无同的中药，通参王船做伙登去天河，互疫情莫去危害人间。做有意义的宗教活动、民俗活动的传统的维持，咱就是这个集团团的这个方向嘛，安尼甲继续延续下去。武英殿有特别交代吼，伊做的时阵通常拢是甲疾病瘟疫有关的吼，所以你看伊就要甲 COVID-19 收尾，所以你看伊添载时阵有特别吼，伊挑足侪中药材，这是伫咱台湾的王朝内底吼，足罕的看到吼。有学者讲，武英殿用王油大典这个词是周朝时代就出现，因来烧王船仪式，就是请大典遵守的王爷甲地方无好的物件去除掉，庙方嘛拍拼甲这个王船文化流传落去。记者苏在南采访报道。来看这新北市泰山饭仔树里的居民，因为着要推广在地文化，里面志工是下心诚，种出这规片桥仔式的花海蒜香亭。这蒜香亭开花的花期敢若有7天尔，不过会当看到4种无同款的色水，是啥真侪游客来遮翕相，而且阁有在地老师用台语来讲解，咱做伙来看卖。规排满满桥仔式的蒜香亭，侪侪民众赶紧摕手机来翕相，不管是啥物角度，拢要来一张。这就是为着要把握时间，甲花海翕相。因为蒜香亭开花7天了后，花就冷去，真侪民众拢学到这挂蒜香亭完全无受到风台影响，阁会当开花开甲遮尔水。泰山像蒜香藤，一礼拜就无啊，紧来看。紧来看嘛，讲风台阁无互风台拍倒去，足好个啊。为着要带大家来认捌泰山的在地文化，嘛推广武技，现场嘛有在地导览老师专工用台语来小解蒜香亭的历史。蒜香藤伊是安怎叫蒜香藤吼？因为伊的花甲叶啊，正经拢有迄蒜头的味哦。导览老师讲，这种花会号做蒜香亭，是因为伊有蒜头的香味，加上伊是对南美洲来种，春天甲秋天会开花，所以一冬开花2届，加上伊只有7天的花期，所以大家才会把握时间来欣赏伊的水。若要赏花，一定爱趁这个一礼拜时间爱来赏，无就无去啊。4个色，那拄开的是青紫色嘛，啊开的是就是紫色，啊开较久的是变粉红色。要写字是变白色。这挂蒜香亭就伫新北泰山饭仔树河滨公园。导览老师讲，当地居民为着要请外地游客来佚佗，才会想讲要用蒜香亭来做观光。逐摆若到花期，就是饭仔树里上无用的时阵，拢总有60名的里民志工来做维护，嘛是靠里面的拍拼。这挂蒜香亭才无互空雷风台扫倒去。记者陈选林玉凯新北报道。伫高雄蚵仔寮的外海。昨晖是真罕见出现圆头海翁，不过这海翁咧游的动作看落是真无对同。详细一个看才发现引起互渔网仔低调咧。这发现的渔船仔是赶紧通报海巡，到3天把这网仔透开。有专家都认为讲，圆头海翁是真罕咧出现伫咧咱西部的海域，有可能甲即个风台也佮有海流有关系。海面上远远看到海翁真正将头探出水面喘气。高雄一只渔船，初二下晡5点外，经过蚵仔寮外海大约2里处，就看到2只领航鲸伫海面起起伏伏。划过看才发现因的尾啊，互渔网啊颠掉的。高雄西边海域鲸类很少，海豚之类比较多。开过去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个黑色的东西在那边直上直下的在等，转过去看看是什么，才会发现说是领航鲸。经过目测，第一只领航鲸体长大约2公尺，因为体型较细，真紧就值得拖困。
第二只体长伫3到4公尺之间，但会使靠人为解救。专家判断，这对领航鲸可能是母仔囝，无排除是风台因素，互因真罕见的出现伫西部海域。领航鲸是比较属于深潜型的，可能比较不能排除是台风。第二个地点是在高雄，离岸往外海拉的话，大概不到10海里，应该其实那个深度就很深了，就破100公尺。到底是台风影响在那边居留，还是暂时找一个地方，真的比较难判断。看到海岸渐渐无体力，但天色变暗，加上受困的部位是气力较大的尾仔，拢增加救援的难度甲风险。加在渔船人员伫海巡的协助之下，用索仔勾起海岸的尾仔，将希望引落来，才互海岸拖困，结束这场海上危难。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用手机点外送的饮料或者是饭菜，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实行的。不过，在印度的明北有一间外送服务公司，已经有130年的历史啊。因的外送员会骑铁马或者是行路，甲人客伫咧引导家己做的便当，提去互伊伫咧外口咧做事的亲人。而且，这间公司佮家己做自制辨识的系统，或者毋捌字的外送员，买当甲饭菜准时送去人客手头。达巴瓦拉斯提供印度孟买出产外送的服务已经有130年。外送员骑脚踏车，顶头载着各种的便当，经过孟买大街小巷，这是当地正特别的情形。老店外送服务是采用现代化外送的订阅制，因一个月收13欧元，差不多代表465块的月费。会员有超过10万人。外送员摕到便当了，会按照地址安排路线，互因送的工作更较有效率。虽然真侪外送员教育程度无关，毋捌字，但阁袂影响因送餐的服务，因为达巴瓦拉斯有家己一套识别系统。The B is for the box to be delivered to the Borivali district. 5 is the number of the Dabawala. It goes to Bandra. And 1 CBO means customer number 1 in Office C on the first floor. 伫即马用手机订餐的平台愈来愈多，即款老时代的外送员也开始担心因的工课，因为因即马要送的便当是愈来愈少。In the past, I used to deliver around 25 meals a day. Now it's 15. 达巴瓦拉斯外送员一个月薪水只代表2900到4000。目前外送员的人数超过5000人，虽然生活方式慢慢伫咧改变，不过依靠达巴瓦拉斯的人客也是有外送亲手做的便当的情形，伫孟买即马也是看会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继续来看有关环保的消息。伫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是欧洲上界无用的机场之一。目前当地当地做一个爱开40亿美金扩建的计划，而且伫同一个时阵，嘛有做另外一个实验，就是要甲跑道换做是环保的点仔架。这种点仔架讲会当吸收二氧化碳。即马当地政府希望这个方式会当斗3天，达成机场2045年碳中和的目标。目前机场跑道的路面未少使用所谓的点仔架控制力，也就是原油提炼过程当中副产品点仔架，加上其他材料参数废料后做的。不过，德国一间新创企业 B2 Square 研发出为油果外壳提炼出的混合物，叫做有机点仔架。Die erwarten wir, dass wir durch dieses Bio-Bitumen, dass wir eine viel höhere Qualität bekommen, weil wir nicht mehr diesen Schwankungen der Qualität von dem Bitumen, das aus Erdöl entsteht, unterliegen, ja, diesen Schwankungen. Und der zweite Punkt ist natürlich auch die CO2-Bilanz. Ja, wir gehen davon aus, dass jetzt die Straße dann mindestens CO2-neutral. 法兰克福机场是欧洲第6大，也是全球第13大航空客运中心，平均每年进出旅客将近6000万人次，货运量差不多200万吨，每年起价客货机超过43万架。真无用的程度，因讲是排头前。目前除了40亿美金的扩建工程，继续的航空专用航厦以外，机场希望伫2045年达成碳中和的目标。B2 Square 公司表示，每1000公斤的有机点仔架应吸收高度存1561公斤的二氧化碳，对达成机场的碳中和目标才有帮助。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天气报你知，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
中部地区上加22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加21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加21度，上悬29度。来看外岛地区，21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